酒比赛，哎呦，然后一次要吹瓶的，吹1瓶这样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就第1名呢，好厉害，就站在我旁边，然后我们要访问嘛，那麦克风一给，他就。啊！所以我脾氣了啊，了唔係啦，就是講可以吹一樣買嘢，台灣冇以前都嚟吹吹了，你講嘢溜滑梯，跟我喊冇溜滑梯都當唔得，我如果買個溜滑梯真係不好。啊，有一個買的溜滑梯。專業咯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衝下來。鄉親朋友啊，係大家好。中央特別計劃啦，嚇，因為疫情當中啊，嚇，安尼參賽朋友為到佢哋嘅安尼身體嘅健康安全，嚇，所以目前安尼比賽暫時停擺，哦，係啊。啊！我準備請到精彩嘅節目，中央有嗰個後台。對，因為講真咧啊，之前3級警戒過後，一兩3仗嘢來，當然影響到百行百業吧，非常嘅多人嚇，啊當然也非常嘅辛苦，但是也已經過去了，已經過去，他慢慢地平穩下來，慢慢又復甦了，對啊，當然嘅影響嘅時節啦，哦。各行各業，影響到當東也當辛苦。啊，根本呢，按特別有搶到安呀，啊，客家嘅當到好朋友來分享，參賽朋友，我嚟分享佢一段時間，我喺疫情當中啊經過嘅事情。我們度過2段時間。我嚟同大家分享啊。哦，嚟，安尼根本呢，按做嚟夾到分享啊嚟哦。係啊，按有搶到嘅朋友。問大家看一下嚟，看一下，哇，美女，面罩戴着也看不出來到底是誰了哈。跟專業的人大傻哈，看演都有他強，黑美哈，有冇？係啊，第一位顏值就非常高啊，不得了，兩位好朋友哈。係啊，我的學妹哈，青島嘅台影嘅發通嘅主持人，對，很難得可以邀請到他。我說怎麼會？製作單位不知道，還是他最近真的太缺了。對，他說最近因為發通主持人啊，最近活動都停擺咧，太閒了，沒事。這樣有時間來係冇？才能邀請到他。哎呀，最近你嘅胖家東啊，胖家東阿姊啊，帶來客家本色。嚟，談快啦。山過台灣，模範點錢，什麼大邊江山鋼鐵，傲強策出一生年，一世萬年，世世代代就安用輕強存家，用三方也莫改變。在進步，社會改變，是非善惡充滿人間。奉獻世界客家人，守護心田。正正當當中，一個良善嘅人，就像恩嘅羅祖先。古蟲啊！你明嚇？你好，用暗號都有搶到人哋，唔得啲啊！下咗冇條路，甚嘅嚟嘅咧。真係假嘅？係啊，
啊，上个人也无条路啊，侦查青岛哦，也发通案多，没有没有，发通以前发通真多，真多，然后冇。然后冇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没有工作。平常是一张页之前的蒸爽的时间，差不多一朵虫。大概15到20，哇，都20。我一撒穿就好了。几乎每天都站在舞台上，所以没有啦，没有，平日都有呢，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，跟他俩哈冇啦，所以你无几乎的对啦，我几乎有股虫啦。我跟你讲到主持啊，他是我们的前辈，没有，我们要这样说，跪拜，每天这样子，身经百战呢，大大小小的舞台，真的，那今天就给你主持好了，那怎么好意思？金娜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来宾对，来宾是不是？哎呦，最近嘿呀，人模人样这位大哥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罗，是姓罗是不是？对，罗大牛，巡逻车大牛，对，而且。对，然后清风的呀，那个50万的点阅率，妙风，YT 相信都买的啦，都买的，我欠安的。说真的，疫情当下，这对你有多大的影响？影响很大啊，某条路啊，没有收入啊，全部停摆，全部停摆啊！结婚的现在只能。50个人，而且梅花座，50个人几桌？本来是5桌嘛，现在要10桌，一桌只能坐5个人。啊，这我们的有主持人人家很多客人还不敢到，乐团。像老师们，如果做婚礼乐团，比下面客人多，那谁要请？也是，对呀，所以不可能啦。当然讲，你这个本身有许多样样嘛，有啊，有谈到朋友呢，或是亲朋好友，或是周边的朋友，有啊，很多啊。因为像我有很多开餐厅的朋友，因为我也有开餐厅嘛。你开餐厅啊？对，开在哪里？步入你的后尘啊，台中啦。台中。对，居酒屋啦，他都在台中混。对，我是以台中为主。对，可是我们很多同业，都因为疫情收掉。对，因为赔钱嘛。对啊，我们也都赔钱啊。那姐的店还在吗？还在后家在很有，很啊。哎呀，有很多你要去问啊，时候冬天听说2个月也都停下来都没有。我们5月份开始3级嘛，然后我们就停，就改做便当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只有从晚上6点到凌晨1、2点，本来是内用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后来变成改做便当，外送便当。边童啊，那5点送便当吗？还是不是中猪就周嘞？东猪，这样称作来中午跟晚上的正餐，以前是做晚餐跟宵夜嘛，对，然后现在都是外送。你今天是来宾，主角主攻，对呀，站在中间比较尴尬一点，比较尴尬哈，不会啦，会不会比较不好讲话？我们衬托你，你们怎么让你衬托呢？有，我的角色就是定位在衬托，不是你每一位女性拿掉我们真的是没有，所以我都用侧面呢。不很宽就好了。嘿啊，难怪罗哥眼睛一直不太敢往那边看这样子。嘿啊，那嘉东姐主持经验那么丰富，有没有遇过很瞎还是很难忘的经验？有难忘，其实很多啦。不过有一次我们就是在做活动的时候啊，那个喝啤酒比赛，然后一次要吹瓶的，吹1瓶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有2万块，你要不要比？第一名嘿啊，一次10个人，连我要不是主持人我都下去了，6万块按多钱？对啊，然后1瓶喝完第1名呢，好厉害，就站在我旁边那个男生，然后我们要访问嘛，因为2万块哪有那么好拿，然后我们就访问说，哇，先生你真的是平常有在练呢，很厉害呀，对呀，别人大概要1分钟30秒，你大概10秒就吹瓶，而且是玻璃瓶，结果我才问完，我说，你平常怎么练的？然后麦克风一给他，他就给就鬼关机 L 出来嘞。我整身你的衣服搞不好比他奖金还贵。你要先讲一下，你就这样继续主持。主持啊，到下一趴乐团在演唱，
我才能够去换衣服啊。还好我本来是想要当场脱啦，对，就还好没有，对，那你会上社会新闻，我脱的光光，人家笑到天光。说真的啦。你这疫情当下，样样都按呢活动主持嘛，嘿呀，3个月停摆，对啊，然后你餐厅还好，你有转变，有卖偏拓出另外有啊，是没按多嘛，就是收入也是减了大概6-7成。哦，对呀，我们现在就是拿老本出来就对了啦。以前赚的现在都吐出去。对，现在吐出去。所以以前赚那么多干嘛？还不是要吐出来？也不是这样讲，以前赚那么多，现在才有得吐。对。所以有时候这个有一些人会觉得啊，劳方资方就会觉得哦，对，这资方哦你很抠啊什么。但是你如果没想象，如果资方他当初没有这么抠一点。他碰到这种疫情，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些。对啦，所以我觉得说共体时间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的 YouTube 有多赚的话，我如果缺的话再跟你借钱。好啦，赶快回去。你要先让我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回去休息一下。好，慢走。好啦，杀好了聊一滴。哇，这个title不得了。我最害怕的。健身教练，为什么你健身教练？我常常被人家讲要减肥之类的。总云稳带轮一头发。好，来，健身教练。教练好，要不要一起来主持啊？真的来一起来玩啊！莫个先阿姨啦，真的，阿同志，按来白些啦，不会啦，还是这样坐在旁边无聊嘞，不会，不是你如果寄养的话，你就可以上来，你做的怂嘞，对啊，没有加钱我不要，可能没有哦，让你上来练习嘛，没有跟我们训练吗？没有，录一下嘛，哦。哎呦，对，哎呦，美女，对，谢谢。哎呦，对，可爱的哈。等一下。对呀，没请给我看到。你现在在当健身教练啊？嘿，冇错。哎呀，你做6年呢？做6年呢？6年度后，疫情给期间呢，刚好就是疫情期间。健身房也是影响非常大，用心态是完全停摆，根本对。你像现在已经开放了，开放以后它还是有很多限制。没错。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就是会员啊，刚开始的时候进来都要戴口罩哦，还有教练也要戴。那前阵子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放了嘛，对，那我们在那段期间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线上的课程，线上课程，没错，对，防疫期间也不能放过大家，没错，那有一些万一他不会使用这一些电脑设备怎么办？视讯，现在手机很方便啊，可以直播观看。
对，有装那个软体就可以直接上线，就没有错。但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放在脸书上面，就是可以对免费观看。哇哦，是的，那一开始就是戴口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讲话都要讲30分钟，对以上，对，然后就是一开始会比较不习惯，那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点。上气不接下气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还能做运动吗？对，你还要带会员这样来1、2、3，然后就会。那你在这个疫情当下有那个线上上课有教一些什么动作？有啊，那我等一下就是带大家做一个可以训练臀部的一个动作。好，臀部。因为其实现在防疫期间啊，就是大家都会坐着，那所以臀部的地方呢，可能会比较就是跟以前某这音乐好像健身环的那个。是吗？好，那我就是从侧边示范一下。侧边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做后边的动作。后边。对，先右脚好了，然后它是这样子往上抬。对，那肚子要收着哦，背部要挺起来。肚子收不起来怎么办？那就用力缩紧。对，好，然后后脚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伸直。对，就这样子，1，好，然后下2上，对，然后3。好4，然后换脚哦，不能那个不换脚，来1，好2，外面传来一阵笑声，对，4，他们可能觉得你好像在做复健一样的，对吗？忙音，不怕，好，这样做几个8拍。我们做2个8拍，然后还稍微快一点点，预备5、6、7，走1、2、3、4，换脚5、6、7、8，周内容。有感觉。有酸酸的吗？有点闪到腰了。关键是时间就是。对呀，没事在家里走一下，对身体是有帮助的。猛着 ，OK。好，他在网络上上课嘛，其实那个华生老师他不是也是都在网络上，他不是国文老师吗？我以为他是那个歌唱班老师而已。那佢每一张地都给佢教嘅好教嘅。给动作给就搞，就啲好搞声音。按的时间哈。对呀。那所以他应该佢们刚刚有在线上上课的课程，对吗？对啊，自从那个3级警戒开始之后啊，是全台湾的所有的学校都要改成线上教学。那对我们实体教课的老师就一大的挑战。因为呢，所有都要改成线上之后，很多家长。对电脑完全不懂啊！对呀，Google 账号去哪里申请？你不要说很多人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然后又要登录电脑木乃伊，然后又要验证码。他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我们来讲更大挑战。因为我们得要就电话拿起来，一个家长教他。对，要不然他们没办法上线，我们就没办法教课。因为大家都有受教权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常常会遇到家里没有网路的。平常没有用网络对，然后又上一半会断线，自己离开座位的那种。那你要想说，那怎么办？要储存下来给他们补课。对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觉得还有遇到比较好玩的事情。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小朋友没有很认真上课，家长很认真上课。对，他会在旁边举手哦。那个在旁边教。对，老师这个问题我不懂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家长闲着也没事啊。现在都要陪读问问题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个字啊，动词那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讲一次吗？我没有听清楚。是家长说某堂停止。因为给他可能给他拉某啲堂，给他个搞几100。对啊，所以在疫情当下，其实我们就还是要配合的转型啦。那9月开始之后，就慢慢的进入实体课程，就应该比较好转一点。对啊，所以大家共体时间。对。线上面说呢，学习新的东西呢。线上课程也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。对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学习嘛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成立什么这个自己的视频？没有呢，他跟罗哥学习。你就去把手机拿起来就拍了啊。我觉得你拍了应该。订阅人数也不少。颜值要按不差，对吗？你可以，你就穿少一点。你不要乱教，好不好？给他没办法看你的节目了。对啊。你就穿紧身的也。不然我们一起好了啦。好。我负责穿少，你负责做运动。好，都得。运动前、运动后的。对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嘉云文。真的可以耶。对啊，可以拍。可以哦。你还摸呀？有个年纪你也可以。要不然我拿手机帮你拍好了。
好了，3号的亚比，3号的汉一 V 嘿做餐饮的，哎，餐饮业的嘿，有青年，那跟我们东东一样啊，东东哦，没空用哦，斜杠做餐饮，对吗？不过他今天是应该就是完全的餐饮业啊。哎呦，你有嘛故事后分享？哦，对，待会查查什么？来，躺过来。卖衫爱钱，跟卖服也爱钱。伊甲供应做身体好气哦，伊讲我艰苦。他就来讲，你回家啦？伊讲好，叫做夯溜的，你夯到哪溜啦？隔了大概1个小时，就打电话来，你快救我！我那声音听到啊，用音了，动灯响啊，你有冇讲到几多溜？电话就挂起来。我吓死！我喊埋所有的事，请多吗？2点钟，请多啊，2点钟过后，然后送到医院，哦医了，去冇睇了。哎呀，你们好，也应该也是受到疫情影响动态。哦，个听说诶，走失了哦。对啊，你头前本来卖肉丸，对哦，一日本来做的卖几千粒的呢。对啊，自从去年疫情一来到，生意就下降，剩下一半。一半哦，就剩下一半。才一半。对，你养熊心态呢？对。那像这种3级警戒的时候呢？现在剩1、2成而已。1、2成哦，营销不敢出门。对呀，大家都你怕我，我怕你，大家都吓得要死。做宅配？那你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做宅配。你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做宅配，那没有跟一些那个什么那个。吴伯义那种，没有结合，没有吴伯义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做那个，我们有送外送的话就是附近啊自己送这样子。那真的辛苦，对，很辛苦，对啊，真的。你看他那个居酒屋也是卖饭包。东珠卖饭包，没有客人进来，给卖偏东。穷则变，变则通了。不过过个很厚的，它还有一定的底在那边。对呀，之前赚很多嘛。没有啊，比较好了，就吃老本啊。对呀，慢慢的平稳就会爬升回来。对哦。那最近疫情过了，那有较好？没有。我才刚做了没多久，5月开始休，对，休3个月，3个月，最近才对哦，对啊，这3个月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就在家里休息啊。我看你养猪，把自己养肥肥的。对呀，铁坤呐，周氏的亲铁啊。不过有上时他在那个职场那个环境，有上时就是那个空间里面也会遇到堵兜一点一样的事情，穷条他给周氏的听说会堵兜，对呀，那个厨房有时候会切到啦什么的啦，是堵沟。对呀，像我去年啊，就煮酱料的时候啊，就1大桶，就不小心就打翻了。哎呦，从这个
腿这边，腿这边淋下去，淋下去，对，哇，好烫，欠的东西。对我正在勾，刚好不用脱毛，就直接就对，直接没毛，儿子毛啊，皮都下来了，皮都脱了，猪皮，连皮都下来。对，不是脱毛，是脱皮。然后还好，我边边有一大桶水在那边，直接脚就把它踩下去，不是，就直接踩下去泡了一下，儿子赶快吐医院，载我去医院。哇，足足2个月不能穿鞋。哦哟，做起事了，这样子一波一波的。也还有他好嘞吼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。有没有一种职业伤害？对，真的，职场的环境也要注意。对呀，小心小心，蛮辛苦的。也希望这疫情已经开始度过了哈，赶快客人赶快回归，赶快回归。吃肉圆呐，18万，18万，等我知道。唐公唔会数妆发哟，哈，对啊，好食嘞，用心做的，对呀。好，安知些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谢可以哈，回这休息啊，安知些，好了，好，3号了，3号了 HIV 的女金刚啊，不得了，建筑业啊，什么诶，英国讲欢迎卡，用礼仪带来行出庄严，行出庄严，好了。创业，行出创业，360行来出创业哦。有人开业就有人来钢铁，有人打铁，有人做医生，有人开路就有人住太监，有人专门来做水田哦。行出创业，行出创业，360行来出创业哦。时间透露该万啊万切，天险唔怕来唔会出头天，漫长过了也冲啊冲起去，步上错地来迎岸边哦，行出创业，行出创业，360行来出创业哦。卖衫爱钱，该卖货也爱钱，走遍天下来马街都爱钱，人人需要就有啊有条路，条路就无来分贵贱哦，行出创业，行出创业，360行来出创业哦。最好，杨家妹妹你好，杨家姐姐你好。哇，这钢铁女人，哎呀，真的，钢铁女强人，建筑业，也还没讲条工用，也自家还做，特别工人的咧，也做对，会不会包工厂？包工咧哈，对啊，也一开始都会包工厂，唔系啊，不能咩做工，才能做工的嘛，系啊有呀，是打铁的呢，熬铁。咩係人開時間行啊，係做嗰種打雜，乜嘢都做。哦，就人力公司人力公司人力公司就一個包商係唔做乜嘅，你是去做乜嘅？隨時天天把接啊呢嚇。冇啦，佢前日不是我老公講嘅。講今日天講要做乜事條樣？對，像個疫情期間有數都嘛影響。係啊，像日做，根本有影響到。我愛影響動態，用問題。因為講係疫情嘅關係，要當到師傅啊，佢就唔敢出門啊。100個師傅減存到30人沙。30人沙要得，嗰30人沙係坐地起價。
哦，狄公某年就抽嘞。以前没有人啊，你要找我哈，那你就本来一共2500个机啊，去到3800，哎呦，老人莫做啊。哎呦，也一真的他辛苦啦，给他做那种辛苦。又痒啊，真紧当辛苦，你头晒到会死。系哦，尤其前一阵啊，看到个新闻，狄讲个因为了戴起个戴点做条路嘛，个新闻底部都就讲哦，个青岛人就。就是可能他就偷到个样片有冇？跟师傅跟专业拿下来是翻宝哦，所谓什么正义魔人啊？对，我觉得那个有一点无聊哎。对呀，你有赌斗吗？这是你吗？该爱呢，可能我按用戴口罩戴点用戴护目镜，你还在户外吧？在大太阳底下，还有做工作。哎呀，我拖个我撩胎。哦，那个更热。奇怪，按人又唔会抽哦。对呀，像有他抽是的。有啦，我能讲啦，我做緊外工作啦，係啊，跟啲咪做水膜。結婚哈，是講係雪寶飯，以前我都雪寶做啲鵝背，就啲鵝背嘛，嗬，啲鵝背雪飯，佢嗰啲鵝背料理。啊，呢下是因為正義魔人踢到，你也冇播口罩。我讲模拟啊，用的是饭，用的是饭，真嘅。本来以前做在鹰架上面啦，係平面當咪要放落菜啊，啊，冇是以前係啲公園旁邊啊，公園旁邊做料理，而家做唔得啦，狂到睇我狂到街，狂到街做好幅度地步，佢當到門咧要當樹，咁呢邊風，係啊，咁呢邊當是保暖啲啦，我半門咧掉到，真嘅係掉到鬼撲，個做倆就一樣用，也真嘅正經睇起架都輸到一樣用，像佢做嘢那樣呆咧。走條路暗夜咧，像個吹浪去做那待咧，沒強用辛苦，他們做高強度的運動也是很辛苦。新聞啊，沒錯。又禮拜啦，後送口的時間啦，那個會員，因為掛電走眼內啊，運動動一動，然後突然昏倒，昏倒，就在器材上面就這樣扶着，然後這樣倒下去，就缺氧就抽了，而且他還這樣。抽搐对，然後我們教練都很緊張，想說怎麼辦？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，然後我們就趕快打電話給119，對，請他來，然後他送醫才比較 OK。那後來就是我們得知說，其實他每一周都會在家就是昏倒。對，每一周都會，因為他有就是糖尿病所以就是本身身體就有問題就抽了，低血糖就抽了。那這樣那還來你們健身房嚟練？萬一有此3長2短呢？害你們。那還好你們措施採取得很好，後對某些事情。所以現在就是還好，所以就是真的你本身有一些。可能身體不好啊，對，你真的一定要趕快去運動啦。對，因為你要為了你的健康去做儲蓄。是，報告是。講到教練說的話，開始搞糖。講到那個有生病不講的，愛供體就有一改，一改供應是很容易。我記就先睇好戲有一個，我艱苦我就來講，你回家啦，你艱苦就回家嘛，因為我就出眾的工作，你艱苦做唔耐嘛，你就全部結果，好叫做行溜去。你夯到哪溜啦？地啦，我就家下做，我們高樓是30層，家下我做到25樓，做到25層樓。家下叫做講好，叫做夯嚟下。唔知夯到哪去？個樣子啊，冇電梯哦。有啊，他都不知道走到哪裡去啊。叫唔知夯到哪去啊？然後隔了大概1個小時，就打電話來一個，快救我！我就想說快救你，做嘛東西啊，快救你！他說我快死了。我跟他聲音聽到用音動得一驚啊，你冇，佢又冇講到幾多了，電話就掛起嚟。我嚇死！我向我所有師傅你冇簽，1,000幾，佢25了啊，特聽了1,000嘛，用慳啊1,000啦，佢用一簽。要簽到嗎？剛下2點鐘係簽到嘅。2點鐘過後，然後送到醫院，醫就醫了，就冇睇了。沒有。你看啦，就話人講啦，做埋條路啊，
还是去运动啊，也嘛改。你这个有本身有疾病哦，真的，我注意，我让您讲，莫讲哦，我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来了，让您走的害您了，真的，哎呀，没办法。每一款工作真的都有它的这个危险面辛苦面，注意安全，真的。希望你工程越来越包越多。对啊，没有好好保养牙身体哦，没做得一保养一下，新闻间可以收好多的那个。钢铁女强人，什么，注意哈。好，来撒下来。哎呦，撒下来，嘿，形容秘书。哎呦，这个应该新秘哦，应该也是影响动态。哦，对啊，听说青台，这1-2个月完全没有人结婚呢，嘿，等下谈几个故事。好，来，林生意带来客家星球。对，谈完了。讲什么呀？对呀，哇，那应该影响很大。听说新密呢？现在还有在办喜宴吗？办喜宴，这1-2个月应该某年办喜宴吧？对，就是因为政府那个去年就开始有疫情，对，那疫情下来就是去年说延期，然后到今年补办，那今年5月又来个大爆发，所以变成很多的那个新娘，就是本来要补办的，就干脆不办了，因为有时候怀孕那个没有办法，她还是生出来，对，已经先上车了，对，已经生出来了，那就想说孩子都很多问题，就干脆就不办，所以本来想说今年的5月，哇，大丰收的一个月，对，结果没想到疫情，我5月8号一做完，开始全部停摆。没有任何一场新密，对，然后就连拍照什么都没啊，对，就还好，我还有就是接那个婚纱工作室的外拍，对，那外拍那个政府有一阵子是
新娘新郎不戴口罩，就是拍的当下剥掉。然后呢，拍完马上戴起来，这样。对，然后其实进步啊。对，那就变成那整个口罩其实都是口红，然后也是粉。那其实对新娘来讲，她会觉得，那我干嘛要现在拍？延后拍就好啦。为什么不等疫情好一点再拍呢？对，为什么？所以他就后来就延期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急着那个时候拍？奇怪呢。对，就有原因，就一定要拍的就一定要拍。没有可能对，就是跟死跟影哈秀啊，有一些那种观光区什么的，可能刚好人比较少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促销，因为就是很少人拍嘛，所以婚纱店其实它也会有一些促销的活动。有读过那个呢？婚礼那个情特殊有趣神奇的事情有吗？有读过吗？我跟你讲，东东一定很多。你先讲，你先讲。先像神医了，我先说，就是有一场婚礼，它就是比较夸张的，就是我们通常就是换3个造型到4个造型。对，那4个造型是因为有订婚、结婚，然后敬酒、送客啊。对，那几乎那个订婚其实第一套在一开始一大早就其实已经完成。那一天就是那个仪式很晚，他看11点到1点的时辰。在家里办结婚仪式。好，那通常喜宴都是12点。对，顶多12点半。11点半就可以走。对，还有晚场的。对，那因为会影响到后面的那个工作人员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让他5场的提早结束嘛。对，然后所以那一天就是我记得他来的时候已经1点了。从他家来。然后来的时候是不是当然要打理啦？因为我已经都在那边 stand by 很久了。然后我就看到他，我就想，哦天哪，赶快进来，就跟他使个眼色，先进来。你都传堂已经1点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赶快进来。对，然后那个长辈其实长辈是他的。然后在那个长辈其实他就气氛已经其实很奇怪了。那我就说你赶快进来，然后赶快补完妆，然后也还没有就还音乐又什么出不来又什么的，又一大堆。新的问题就出来。对，然后就在旁边 stand by 的时候，那个长辈就有点快要翻桌了。到底是什么婚宴啦？1点半的肚子摇啦，我肚子都饿死了。那你是干什么？我觉得到我睡午觉了，还没有吃午餐。对，都已经1点半了，连个前菜都还没有。对啊，气死了！真的，那个长辈真的超生气的。他说：“我可以不要吃。”应该更紧张。对，然后接着就全部他赶快进场，就全部一次上完。因为就已经将近快2点了，没办法。然后我就说你赶快进去，就赶快出来，我们要做第2套。然后第2套进去，你也要赶快出来，我们没办法逐桌敬酒。对，然后就连着就像打仗一样，就把那一场婚宴就把它结束。东东应该，东东这听抽清楚。我讲的有一多啦，没形容没形容就是结婚场。没有新娘子，那为什么没有新娘子？其实我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主持人都要提早1个钟头嘛，对流程什么都对了，然后好了，正式开始，客人都坐好了，欢迎新人进场，然后怎么只有新郎官1个人这样子走进来？然后新娘嘞，通常如果新娘没有在新郎那里，可能在爸爸牵着，结果后面也没有。后来他的有一个亲戚跑过来我耳边摸摸，就跟我说新娘去洗囝破水了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在台上说，哎呀，今本日来是不呀？双喜临门，我们的新郎官结婚呢，但是对新娘子呢，她的小孩选了一个好时辰，就迫不及待要跟大家见面了。结婚纪念日跟生日一起，然后但是送客的时候，还是新郎官捧着那个。拿着那个糖啦，我本来是想要站过去的啦，对，可见新郎颜值很高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新郎官颜值不高，所以我站不过去。我考虑太少，对，想要充当一下新娘，对，所以我就说那个有时候要看时辰，因为那个新娘子也不知道小孩子哪时候要出来，有没有亲上啊？商议然后结婚纪念日一起过，对啊，亲后告嘞，各行各业的分享，真的蛮好。真的感谢心仪嘅歡迎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回就休息。
对啊，那么久没看到他声音还是这么的清亮哦，好厚长，唱得清厚。哎呦，接下来这一位不得了，欣赏啊！对，法神欣赏带来寒心嘅爱。好来，唱看啦。只有你能阮爱打开心房，只有你做地阮爱心窝，愿你心随行过，坎坎坷坷爱情梦，愿时间都在从头来过。只有你用花爱换咱的爱，只有你滚烫爱的心海，无办法接受你给你无回应的爱，爱的越多，送的越错。的爱，有几多期待？现实满天本的你看到未来，换心的爱，有几多伤害？伤多真心相爱，将流水流向。寒心的爱，锁在心头，莫搁再打开。也寒心的爱，就算已悲哀，难忘的真心真意，愿你给。头吧。三音体系的名师呀吼，你好的冠军歌手，他可以去甲歌的嘛？唔错，全系底部都会歌曲，全系都会歌的，哦，看，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，创到来出客家专辑嘞，啊，教方面嘿，从细教到老，对啊，教唱歌的，啊，好教底部都好上的，你本来就会欣赏，对，错，来啊。好唱歌啊，来啊比赛啊，冇错，没有教唱歌，冇必要去教书呀，冇呢，所以两个走整条个时间在学校教课，晚上的时候才出来教歌唱。那这种教书教到这么久，有碰到那种难搞的那种家长或有啊，都上的啦，我头一拜哦，有教到一个学生哦，他很奇怪，他。第一学期刚开始第一天他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睡觉，然后睡到中午的时候，吃完饭还有下午很认真上课，对，很奇怪，他还会认真上课，对，很认真上课啊，然后隔一天又来一次，早上又一直睡到中午，到下午开始上课，他是晚上都不睡觉会吗？他晚上应该是说不睡觉，可是他去打工。打整晚的工过总神哈，过总神对，去打工，对，然后给打工，然后就是他开始深入了解，原来他爸妈是离婚的，只剩爸爸，可是呢，他爸爸又被抓去关，哇，故所以阿婆老不田数啊，就养他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他这一段时间大概这个小孩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就要付出很多的热情去教导他，可是呢，他大概过了1-2个月之后，他开始不来上课了。我来了，为什么？你有某一？因为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些不良少年。对，然后呢，就会变得自己有点叛逆了。对，所以也要付出更多去讲他，去跟他说了。然后还有难搞的是，那个学生现在啊，家长对他们就是付出比较多，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他们上课也都很没大没小。
哦，对啊，你一句他等于他在上课在吃东西，在睡觉，你都不能叫他。哎呀，现在又是爱的教育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又不能体罚，好伤哎，做不对啦。对啊，你都不行，而且现在规定连罚站都只可以站10分钟。规定？对，你就要坐下哦。真的啊，对，像现在什么叫他半蹲啊，不行，直接被打到教育局去。哇，真的真的，一定是这样。然后学生好命哦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更火大。火大的时候拿他的书包出气，就是把他书包很用力的，不敢对他怎么样，很用力的放到门口去啊，很用力放到门口。你想你赶出去了，你不想上课你就出去。但他也还是被我赶出去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能明讲的，他在门口，他还是可以听到我上课。这样我就不算犯规。对，那我们只能这样子啊。边缘就超累。对啊，我们真的，你知道。我其他个同学会书都一样。对，不要在你眼前出现就好。对，还要想很多那个跟他回话的那个话。不过像个调下人里老个生意大追股的时间啦，像你做个新密啊，我也很好奇会不会遇到像那种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奥客哦。就碰到了很机车的那种新郎新娘，没有哈？有，我有遇到那个就是有客人，他有很多的幻想，然后就拿一堆照片说，老师，我想要做这样的造型，然后就开始，我要这一套做这个，这一套做这个好。那刚开始我都说好 ，OK， 那你确定哦？他说对，我确定。然后通常我都是。他化完妆，然后穿完礼服，给我的感觉，我觉得他适合什么样的造型，我才会去做。因为有些人脸大，有些人脸小，有些人适合这个造型，有些人不适合。不是你说那个照片适合你就适合你。那一天那个他很坚持，那我就照他的意思做。他做了以后也一模一样，然后他就看镜子里面就觉得，老师我觉得还是很不好看呢。然后就叫我重做，然后当天也是就这样一直重做，结果拍了整组下来以后，就开始看样嘛，就是看照片，看照片以后他就每一张都不喜欢，然后所以就跟那个门市讲说我要重拍，所以那一天等于我就是做白工，然后又弄了一整天。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他进来就直接跟我讲说，老师我想要画的跟林志玲一样，然后。遇到这个林志玲也就算了，接着你知道过没有几天，就老师我要画的跟侯佩岑一样，哦，你知道我当场本来林志玲的时候我还不敢讲，好，然后听到那侯佩岑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说我也很想把你画成跟侯佩岑一样，对，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侯佩岑，那不然啦，那个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整形医生比较快，对，因为有时候化妆它是化妆术没有错，但是真的我们只能画那个眼睛、眼神，譬如说像林志玲，我们可能画的就比较眼尾拉长，对不对？它就比较艳丽的妆。那侯佩岑可能我们就画有一点猫眼下垂，顶多就这样的感觉，只是感觉像，那不可能换一张脸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你就直接干脆去找整形医生好了。你直接这样干？对，因为真的是没办法。你要跟他说化妆术不是魔术，新娘魔术，对，魔术才有可能把你变成侯佩岑，你只能当侯塞雷而已。侯塞雷，嘿呀，真的哈。像新密这种遇到奥客，像个周师嘞喏，周师嘞听说没听懂？周师嘞干嘛有？新演这有吗？有啊，有没有哈？没是赌沟哈。像有个客人啊，一来，哎呦，你这个是什么霸王？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好奇怪哦，好奇怪。嘿，我要买2颗。我说好。好奇怪，还要买2颗。听说很好吃啊，听说很好吃。他第一次来，他觉得这个什么霸王啊，怎么长这么奇怪啊？好，我要买2颗。然后好，我就捞一个上来，捞一个，这个我不要。这个也不要。我说哪一个要？这2个都不要，一个。这也破一个洞，这里也很奇怪哦。我再捞一个，他也不要。我捞起来大概有10个8个吧。哇！可是我这些我都不喜欢呢。我说，那你不要买好不好？我已经找不到你要的了。嘿，对，好啦，那买2个。
找茬。对呀，正经有的你就会很讨厌。所以各行各业真的要读有一些辛苦的啦，辛苦的一面，辛苦的事情，真的。情商咩黑，是任重而道远啊。学生都安辛苦。这个小学生好好教啊，然后这个国中生再交给你。也会打给我。也希望你那个歌唱班的这个事业越来越好，好吧？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辛苦了，发声欣赏，再休息，再休息，哎呀。一群牛羊啊雄，对面呢，一个泰国讲啊，一个阿妹哈，初本伊去邮局哦，迄本。金光党啊，骗这位几十万的人，哇，那就插一下啊，嗨哈，哇，重新给你，什么办？哇！大家谈到那个流行歌曲组分享都按到故事的本他个汤，按今咩传统组咩强用？你今每来个落去片咩强用嘞？按辛苦诶，凄惨冇啦。有陣咧，就朋友佢啊，就分享一下，佢以前嘅2-3張嘢當中有許多乜嘅印象啊，有乜故事我分他個分享啊，你好嘛？好，係啊。哎呦，就先來分享你傳統組嘅線數。哎呀，歡迎啊！有位朋友，哎呀還健在啊，還健在啊，全部親邊書哈，有一層都冇看到了哦。對呀。但係我定佢分享看有嘛故事哦。有冇哈？按唐朱棣嚟啦哈。有唱 TV 係你嘅高聰先生，有餐飲業嘅代表。哎呦，你嘅總鳳儀先生帶來三個字。嚟聽下啦嚇。用吗？用可能按幻讲啊。对呀。讲真的是今日嚟分享一下疫情當中有許多乜嘅影響。因為我當初因為我要搞社團，要搞嘅創作班呢，還有那個讀書嘅學生啊要嘛，因為疫情嘛，全部講老師通通都不要來。哦，學生咪冇嘅命路當空嚟教課，有啲先生想要咧，因為我學生要當到要嚟老人家，要唔要用，係啊，啊你冇教課能用辦哦？因為學生意呢，嚇，佢講啊，你下要全部生意做咩，又冇存錢啊，可是水下呢會繳啊，水繳啊，冇繳係啊，用按到支出用㗎，所以我記得是想去賣泡芙，我講啊，賣泡芙，
你看做泡芙，生意的提议，免爱做泡芙，嘿，加盟商，加盟商，吞音大货，免爱都该加盟商记到真金记到本身是卖泡芙诶。哦，开放加盟不会那种，基本都做，因为我都还有其他工厂一块，佢全部用嘅中央空厨用前嘅4级嘅嘅。做cái面包嘅用嘛，就是合格厂商都做嘅啦，他上去做，就全部一家到用手工去做呀。用手工哦。吃家老给刮来卖就出来，因为基本的係啊，嗰時我的粉絲，哎呦，係攤車呢，我哋有攤車，就我哋嘅攤車全部做在拆嘅。我做得菜，就買那買。不用該拆都拆，我哋買好時拆啊。哦。再不用該轎車地板，然後就變形金剛用安尼。哦，我丟起來賣。所以變講，因為要去做呀事情，特別於做呀的餐車啊，你係。你冇加盟嘅買個公司嘅話，可是你這個出錢買哦。哦，我出錢一買。可能就加盟金本機啊，佢嘅貨啊，然後嘅攤車全部會共用。還有從cái，佢都有當多嘅餡料，有芒果，還有cái餡料全部這個餡切餡種。哦，泡芙真的哦。唔過不好保存那個甜食安嘢嘅攤車當中用辦賣，因為佢料算係講係個冇添加防腐劑嘅，所以佢凍結所謂那就更不好保存了。你講你可以個冰箱啊，哈，然後15分鐘，你也冇食。佢地步餡料是會酸嘅，我都會撈。你好是講買咗個，你轉嘢時冇超過15分鐘，你轉以後你邊先不用冰箱，你冇馬上先嘛，先不用冰箱。結果佢就水烘街，好出去逛街，佢烘咗那嘢，烘咗嘢，其實幫你做到冇不用冰箱。而家來又是搞電動，因為搞電動嘅搞凍球嘛，佢來拿到學講，用酸菜嘞，今天俾打電話到總公司反映，我們莫名其妙，然後冇人反映講了東西壞的啦，因為我都做些，我都有新聞南回總統去認識過，我嘅聽錯誒，就試過啊，係冇問題，我都就咁講買，結果咧叫我打總公司到我都講，我都啱去視察都交不開去，然後佢衝走，不屑。講你應該照料安尼料，強啲咯。那邊又叫冇問題啊。我喺度基本叫做行嘅嘛，我都是用客家話，到佢搞背，係啊，個叫哎呀叫拍攝啦嗬，因為我都就按街，冇東西嗰邊搞，加嚟又有病毒，冇病冰箱又搞個有電動玩具，搞叫就下雪。我不用太救人包。品質太新鮮，所以吼，我都特別買講，所以吼，家不用冰箱哈，冇去安街哈，正經我搞太記得。然後什麼都歡喜啊。像我知道你讀到嘅銀行很酸吼，像個香口子啊，個做餐飲業研究，聽說有讀過清電影講嘅奧科。哎呦，真的吼！我做餐飲40年，40年。不過平常嘅銀行還好啦，如店面呢哈，嘅。有啲個銀行吼，古天哦，個記啥吼，伊都身面是包誒，看到人嘅結賬，伊冇直接走，伊都看人嘅結賬吼，排你啲後背，排在你後背，排喺後背，投錢拿錢。我哋會多係你搶假嘢，所以你結賬完你走，他跟着你後面走，對。好幾次哦，真的啊。後來因為以前是先吃完霸王餐就超吃霸王餐，之前是先是包囊買單嘛哈，你看時常讀都要中銀行做唔得，所以先買單，先輸錢，那本身安尼都看冇一種嘅銀行啊，對，之前讀到兩種銀行咩？係啊，親老娘講啊，對啊，一點米吼學百種銀啊，講真，乜嘅百種銀都有嘅，所以啊，這個都做生意都要注意啊。我注意啊，頭版面是獨溝呢，它長得很酸的。哦，真的。然後來點東西是特，啊個多人來講哦，點人可以夾百塊咁樣，但我唔記得帶錢，等他張來拿，可以捱損失了好幾百塊。係冇，這幾樣用做唔得啦。你是看人家帥吧？對啊，當然也有一點關係。好啦，說真的也這個啊，在人生當中哦，你會碰到很多
不同的一个变化。啊，希望也泡芙的摊子生意哈，越来越好。越来越好。啊，希望当到朋友迄个看到咱的节目，多一顿捧场啊咧。好啊，系啊，好啦，安子生，希望整个做得越来越好哈，加油，好吧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回头休息，安子生。这个穿起来很时间会下播诶，做得了俩表演不开始来谈。一举好，一举两得，一举好多得，好多得，是啊，这样很好。那接下来邀请好了俩 AV 哦，不得了，俩一次呢最辛苦嘅运输业。然后运输业没有一些关系哈，它算是运输业吗？跟运输业有一点关系啊，有关系哈。等下再油务工作，那等下唐吉分享一下佢嘅故事，好嘛？分享你嘅情景記帶來評判。好嚟，唐哥啦。就是你后，安吉我们是看到了。对呀，因为它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？它这种金融游击业的公家投入，那有乜个样有样用吗？那样用就按那张老师对吗？搞好伤害啊！什么个丝条啊？就是工作比较多，工作量会大啊，俩一称呢。其实黑暗用啦，疫情期间哈，对呀，太家就冇。去送市场啦，送卖场去买哈。冇办法用嘅，买东西。全部网络叫冇。网络网购。就唔掂买，排谁。对。购买以後運輸啊，運輸全部嘅快遞公司哈，凍唔掉啊，凍唔掉佢就起價，你知道？起價公家冇辦法起價，哈，公家冇起價，開始價全部加唔掉，全部專門嘢嘅郵局嘅。你做生意嘅人哈，開始講一張嘢5千嘅郵件哈，一件去10元，你就5萬呢，你就做得像3萬工讀生。哦，所以你要算哈，要算。你想講郵局冇起價，安尼就是郵局。全部堆到郵局去，變成人嘅工作量變態。應該要增加，唔都要工讀生嘛？冇增加，冇哇！就同樣嘅人員，但是數量比之前暴增啊！照單全收，哇！有加班啦，有真的幾成嗎？那個量？加倍哦，加倍哦，加倍哦，哦，加倍，係啊，加班啊，做到。很有網絡啊，有人背調啊，對啊，有還閃到咧，閃到本人也不用輪累哈，沒捱啦，咩捱啦？因為
迄负责的工作无强用，无强用，无司机去做啦。哦，你是窗口嘅对，就错嘞，没窗口。有不工作，就人家同事清辛苦就错嘞。进口的东西哈，有品锌啦哈，挂号锌，包括的部分哈，增加较多。哦，对，用路过户的问题。你看这疫情，这工真的要全部停摆嘛，没办法了呀。不过我有一摆吼，在有去投钱啊，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唔晓2钱的，给他3年就过去哦，然后给唔定用办讲哦，很给储金部要给他哦，好像感觉很像诈骗的。后来就老给有去底部一点对人讲，你看是赌勾。哦，你就马上去报。就跟邮局里面的人讲，跟底部对人就出来。哦，高几块，你还蛮有爱心的。都你邮局里面迄重口很业务啦哈，爱做天气，有一摆个老人家哈，就来亮钱啊，讲伊干嘛该买屋。2钱买屋，我不疑有他嘛，那伊那边错啊，伊单头又伊本人，唔过过今日哈，隔天，对面咧，伊个泰国讲啊，伊个阿妹哈，初本去邮局哈，迄本金光党啊，骗走几十万人。哇！哎呀，我就拆一下嗨哈！哇！初本给你，那个业务就来。哇！正经。不过哈，30年前哈，还冇个。30年前就开始有诈骗集团。俩个行员他们比较聪明，他对，假使有弄人家去给他一少2钱的时间，伊就就会问讲2钱来做嘛，系啊。最近哈，大家有特别注意啊，要注意的，警察配合的人辛苦了哈，疫情当中，我们如果有能力，我们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人，像你这公家单位嘛，这都有讲问的。冇乜个样样，就是可能业务看繁忙一些，对啊，但我们如果有能力，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回馈一下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安子姐，回座休息，感谢你哦，哇，这个一个卖泡芙的，哎呀，大家都一个邮务单位，杀下来要2枚亲辛苦哦，周福源，哎呦，赵福源，长照中心的，是不是？疗养机构的赵福源，疗养机构，在他堂给故事，好嘞，了强又带来罗山歌，来，唱不啦。一起离开去哪见哪？所以我脾气了啊，了唔系啦，就是讲我出去要买嘢，台湾冇以前都做得出去了，溜滑梯，跟我喊冇溜滑梯都做唔得，我如果买就溜滑梯做唔得。有一个买的溜滑梯。山之间。
思念，付出了，感觉已心酸啊。来咯，吉他，同埋啲好。对啊，唱阿姐共用。没两个实在很穷，有穷哈，有穷哈，又穷，穷又很强的嘛。係呀，疫情都應該對媽媽影響哈，有，身材冇對變啊。身材一樣有嗎？補充身體有哦。你有植栽哈？係啊，植栽啊，有2人要10公斤呢。有10公斤啊？加10公斤哦。差。哦。加10公斤啊，減10公斤？加哦。哦，啊你量多啊？對啊。對啊，你用按输送。今天是要來分享這個疫情當下的甘苦，感人勵志的故事。對啊，你還變胖了，那你有什麼好講的呢？哈，回去了。有施工疫情期間，佢保持強勇嘅心情，係公益咧，係冇。唔過施工見咩睇到咧，正經。哦，我慢慢還，我慢慢還，慢慢還啦，吼，天空最重要啦，吼。哦，就是他是在醫療單位照服員呢，哇，真的長照機構誒，哦，太清醒。給教養院是收容一些重度及重度的殘障小孩子到大人都有。重度及重，對，是要臥床，重度的臥床，然後要插鼻胃管。哦，冇辦法發通嘅了，就超咧重症誒。是哦。啊，疫情期間我們就清鼻下，怕感染什麼的。就是說，因為記掉沙哈，身體呀很虛弱，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提前，就是疫情在爆發之前，我們全部都趕快封院，就是不讓任何人來接觸它。像我們啊，我們要在第一個時間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先去打疫苗。疫苗也打了，疫苗打了，然後還有不許我們去，因為怕感染到那一些，因為給到朋友，給到生意的可能身體就沒抵抗力都沒有啊，所以怕你們會感染到他們。對，所以啊，我們市場也不能去啊，賣場也不能去啊，為了他們，真的要保護措施要做好，然後全院要消毒，徹底的消毒，就常常一直消毒。對，還有他的家長也不能來，所以照護員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真的好偉大。有啲有聲音啊，在凌晨4點鐘，他極可能係腸炎，也係身體不舒服，也是緊背，該照護員啊，是都辛苦，是給他安慰，因為動作零散，會抗議，公安超人啊，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在社區裡面嘛，在一般的大樓，對，所以他一定會。对，被感染到，对啊，那些照顧，我們都是就是必須要去安撫他，抱抱他，對，所以都要很有耐心的。哦，所以你那個長照地方不是說有特別便宜的地方那樣，就直接就在，因為我們80幾年就在那邊，就在蘇東了，對，那個周圍房子是慢慢在蓋起來的，對。等下咩青島啦，可能會封片太幾家，就可能你們的家屬要方便去看，很多是在市區，你不會堵。對，我以為呢，真的是那種惡鄰居啊，真的就是不會啦，沒辦法體諒那種，不會，他只是說偶爾過來，他也不會去說檢舉啊或什麼的，因為他知道這些小孩子是不可控制的啦。因為說實在啦，我們也沒有辦法，他也不知道我們的辛苦，他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，對。可是我們還是要用愛心去付出。哦，故說沒看到青島，可能像，尤其是像像你都照顧佢哋啊，按多可能他們重症或急重症的，有些可能沒有那麼嚴重，佢哋會加重，會有不能吃到情感痛呀、辛苦的故事。哦，有啊，有一個爸爸，媽媽，他生了3個女兒，他為了這個小孩，為了要拼一個男孩，然後就是後來就生下一個小孩，結果那個小孩又腦性麻痹，從小就是已經在教養院度過了，然後幾乎天天接送，7點左右他就載到教養院裡面，然後5點他就載他回家，要20年過去了，
那个小孩子已经180几公分，100多公斤，家爸160公分，50几公斤，他还是要把他抱上车，然后抱到他都要用护甲，对，他还是要把他抱上去。那你看有多有爱心，就是父母舍不得这个小孩子，对。啊，跟爸爸已经几岁了？现在50几啊，50几。对，他也是30几岁才生这个小孩，结果他现在20岁，真的是。所以就故意生音呢。他到现在只会叫妈妈，还不会叫爸爸，不会叫爸爸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也很担心。我想爸爸应该会想说，哦，我现在50几岁了，对啊，我再怎么照顾，可能就再照顾个2-3年哦。对。那以后怎么办？可能接下来就是由他的兄弟姐妹而照顾啊。结果家兄弟姐妹可能不知道啊，他的那个照顾的方式可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一样。爸爸妈妈一定说哦，礼拜六、礼拜天来看一看小孩子啊。现在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每个月用汇钱的。直接转账，来都没有来这样。1年过年的时候陪他吃1碗饭，这样365天，生意全部都溜档，不能回家。对啊，就是我有负到，就是他觉得说我有尽到他的责任，对，所以啊，你说小孩子他也不懂啦，可是真正心酸的是我们呐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有这样子？不同情谊啊，什么的。过后的有赌都人家丢呢，你们也是他们的家人。还好有这些365天胖天使在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要有这种长相，才有那个力气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你会照顾，我们要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照顾别人。错。哦，好伟大啊！像个熊口子，没有人用个经验吗？熊口子，他也是有在疗养中心待过吗？没啦。咩个伊个北美吼，80人生啊，生日呢，从不会上班啊，咩唔伫一抗个嘢嘛，唔系一抗嘢，唔伫一样诶，冇公平啦。大家人参详都伫送去疗养院，他们个给台北的疗养院，都从不给供那个大楼，根本就是。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拍照环境很差，都是会很小啊，那都是一个轮椅一个人推一排，大家在看电视这样，就那种感觉很不好。然后我去看北美讲，相知带我转好我冇会带嘅，好我躺到安尼心肝肚里真艰苦，安尼又没生人咧，冇法度去做家庭啦，还有一个我妈妈的大姐，伊下90人生，伊带女仆诶，屏东她的状况就挺好，他们家是豪宅，青苔，不过伊冇爱黑，伊讲生日从不冇给ลูกค้า，我13年按法，有饭人伊就我一样诶，伊会讲，伊啥弄人家。有选择去这种自费的，他从不偏恐哎，他一边重症一边偏恐哎，没做得搞朋友，有公园青苔，又有投篮球的，一天要投500，投进去的投500个哎，投进去才算哦，他就生活得很快乐，他自己租一个套房，也可以跟室友下棋啦，他自己常在我们上去看他，去看伊哈，伊天咯，伊笑得高天咯嘞，哎呦，很厉害。因为咱们我爽妙不知道哎 ，YouTube 看爱唱歌哎，那种都一家想法啦，伊感觉伊安尼较好，生日咧嘛，感觉讲妈妈对一个现在哈，伊快乐，我哋每礼拜日可以去聊天吃饭，如果分享，鼓手最重要的就是健康，健康才能做出这种选择。被铺位蔬菜
较合吼，愈较无法度享受遐种的设备，愈较无安好。所以应该一晒一块面吼。嘿呐，哎呀，所以俺的身体要补充啊。补充他给他补充。天空。哎呀，这种情况的地方，台湾很多，对，嘿，好，加油加油！谢谢大家哦，感谢牛记，谢谢你的爱心。好的，再休息。好，来撒下来。撒下来，这个工作不奇怪，唔讲啊，吃到2位泰国做就头路有些奇怪呢。保姆，哎呦，保姆咧，奉刑法泰国。哎呦，谁来做保姆？对啊，有些咧后告哦，堂体的窗口，等他女生她懂，谁来她秀？男生当保姆他是照顾谁？哎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待会3个字，奉刑法泰国。去哪见哪？冬天哦，看哪？爱甲亲哦笑啊，爱甲流强啊。太有土那谁呀？风一流以后那，人就安哦喏啊，爱给命上用啦。泰哥好，哎，主持人好。保姆呢？保姆啊，家头都会照，也要疗养中心呀嘛个哦。人家保姆是照顾小孩的啦，这不是会有证照给重要。哦，做保姆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。没简单的，除了证照以外，你那副卡全部都要装设，可以让小孩子活动的空间，全部检查，有检查，检查过啊。那个有托育中心佢会检查、审核，做得通过样做得唔突啊。厉害，头发是冇啦。哦，头发可能隔壁零沙就，你做的人个秃哈，秃1年啊，秃半年啊。头发细细咪咁样，爸爸妈妈呀，磨汗的全部得本。我们天生天用天生天养，去卡胎。所以你跟你那样子可以是延续，我是104年刚我大陆退休转来嘛，大陆上班，退休转来。家下是讲签署某条路啊，让转来，我做嘛该好嘞。我睇要土生人啊，来填土好嘞。刚还是报名该考个保姆证照，上课上8点钟。上课上天还要考吸个养文证照。哦，漳州的可是让有正式的执照可以开。有几天要有证照啊，我太太无法度去考啊。佢有經驗嘛，佢要緊張，佢唔該考。哦，還有兩三度後，有證照，佢做得老天數。天度啊！天姑啦。有咩一種防範？老公有證照，啊，老婆幫忙一起做。就強下照顧，安又喊下好啊。今日以前當下哦，兩三張嘢嘅家中咁嘅供養生意會相當人。本來是鬼天講，疫情期間3級警戒，做唔得吐，對呀，做唔得吐講，做唔得吐生意，對呀，咁冇法度啊！咁係吐2隻，夾把夾尾全部上班啊！咁2、3張嘢冇上班，其他都會掉，還要吐過來唔過，我要報備，退中間要報備，還要去報備，我還是正常帶哈，正常吐。
啊，其实我来大天花的电访啊，消毒啊、清洁嘛，搞个搞带啊，你还做。跟人去打疫苗呀，嘛个冇。有。没有打疫苗，打疫苗。有味道生意呢，安全嘛。对，也是要做足很多准备来迎接疫情期间。本来一个清洁消毒营业做2拜时候，就是还不做。也还疫情期间哦，double 6 7拜6拜。随时要清洁消毒，所以你家里比任何地方都干净啊，没有任何的病毒。阿姨要岁数，阿姨要岁数，我就讲好粗讲，人家说我高高几都自动意识。哦，因为岁数，关系养成一种习惯，养成个好习惯咧。系啊。不过像你还小朋友啦吼，啊有的会像个疫情期间，青岛嘅小朋友像俺侄子，嘅小学生啊、各种生啊，全部都复卡。对呀。哦，嘅家长正经哦，家长都疯了。像个素贞姐系嘛，哦，正经。素贞姐也是这样吗？系啊，因为以前的关系，挨着法师买法生意做唔得。哦。啊，挨住都不卡，挨每有两个生意咧吼。挨住三场要做本技术，啊，比挨做生意还较无效。变土笋那都臭嘅。系啊，因为变到保姆的啊，系啊。啊，下摆做到好食咧，记得是食咧到动刀。做到唔好食咧啊，其实一时时咧就讲。阿婆还是唔落量，还是饱嘞。有咩轻巧呢？哦。系啊，啊下摆嫌佢量姊妹讲啊，恁得来4万块。迄拄到讲下摆我拄到个碗盘较大条的时节，叫我人来做桥。个阿婆脑海天色，我讲做唔得咯，去个事情去个做。对，阿婆用係錯嘅，我訓練佢哋。係啊，冇其他人唔會做。係啊，都係用嘅啦。係錯嘅。而疫情期間咧，最麻煩就講做唔到吹料啊，所以做唔到吹料，不下咗。練過啊，都不下沖散。沒有，我練過，可是我脾氣料啊，料唔係啦，就是講我吹一樣滿意啦。剛開始我講南路嘅出門順啊，俾看看啦啊，個小鳥啦，電線啊。我真沒辦法出去放風，冇辦法。台灣冇以前都做得出去了。溜滑梯，跟我看冇溜滑梯都做唔得，我如果買咗溜滑梯做能夠好。啊，有一個買了溜滑梯。專業不？破費。哦，唔怕啦，味道生意好嘛，那真的也是待不住。味道安全的做得。對，邊桶啦，邊桶。什麼興發各位朋友。多謝哈，尤其是這個從國門大家談啊，啊，這些多謝，謝謝他們非常好，全部都那麼偉大。真的是很斜槓呢，哈。是。好了，接下來亞 V 呢？沙雷，你家吃到幾好食嘅東西嘅餐飲業推背哦。但係他不知道有沒有受到影響，不知道。聽錯未？做事的聽錯未？可以陽向有一台。係啊，來歡迎從香曲帶來羅山歌。來，談啦。出來打拼，民國91年來下來新竹科學園區嘛，哈。啊，媽媽都想愛啊，都下來同埋天數，媽媽在幫到，哎呦，啊髖關節都疼的，哦，我最記得那一幕都，很計程車啊，帶他去醫院，哎呦，痛到媽媽，有點冒汗啊，就是又讀多少事情哇，對啊，對，很捨不得，一直很愧疚，對，很愧疚，一直很愧疚。
面点啊，快乐係買機啊，健木啊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錢啊，百行百業都同辛苦啦，講真嘅，係啊，做事咧油啦，油啊捏的，邊個咩清清楚？看啊，肉多按多，哦喲，正經哦，多，啊頭擺咩清多咧哈，就還好。哦，你特別開過早餐店咧，所以你了解啊餐飲業嘅辛苦面哦，辛苦，真嘅，那啲行政年紀應該冇影響吧？有哦，有啊，咩有書都影響啊，居家上班啦，哦，啲員工冇按多，減少清多，就減一多少？腰斬，但是數影響差唔多半整日至一整日啦，因為一開始吼疫情，大家會緊張啊，3個月時間全部都，大家唔敢來上班，啊，董事長如果唔怕，有地方做地上班咧，如給碌卡上班，有地方一天分流，係分流上班，分流上班，啊，所以一整年以後，當開始，像係中餐吼，本身一日我賣一餐差唔多賣200差唔多吼。以前一開始嘅哈，存到130咧，人數，人數，哇，1半以下呢，全部刷卡沒，也是辦刷卡，那剩3成左右，3、4成啊。對啊，午餐晚餐以前大概要做300-400個嘛，一下疫情，他擺做150，他擺做200人，2餐，全部2餐都數到樣用。差唔多班長嘢講做唔得安樣啊，講喺嗌賣麵，打便當，因為便當愈生意愈較好，因為愈大家愈聽便當嘛，嗌愈同服務會反映講，嗌用成法，係講做得本嚟賣飯，嗌想同打便當嘛，所以愈興啦，不要做自助餐嗰種形式，就是我嗌你會做用統計，先去多少分包。按那間公司21多少便當，數量比較好抓。你比如麵食嗌比如說中餐200個，滷菜200個，便當做好拿下去大廳，宴會派代表去拿。你都差唔多影響半整日。差唔多一整日，有天天就進來了。有一下做得鬆落食嘞。做得開放還是稍微，慢慢有鬆綁一些。有。像他這個還好，還有人去吃。古亭呢？你講不能200個變100個，很多餐廳是。青頭傳湯，做我們的內用誒。全模呢？對啊。像頭擺個暗不樣吼，去旺季嘅時節都還燈火通明，9點就會糊糊咧。有啦，一下轉來都生意點都較好咧，因為便當食咧200人也會驚啊，嗌麵現煮較好食啦。滷味係冇。趕緊煮東西開玩笑，唔會提供減料嘅。係錯，唔會嗌好食咧。輕食菜啦。輕食菜錯。唔過像吼，頭下看到人家素啊，這樣瘦身，你看很凶都有正經，做事咧吼，其實是高危險工作呢，高危險好像隨時隨地都有危險。有碰到什麼危險？有啊，俺中央廚房一個同事哈，切菜機啊，哈，有時候給菜葉會卡人哈，一路用手一搓，但是他有戴那個洗碗的手套，那更不對，因為它比較長，你的手在這邊卡了啊，路邊天路呢綁過去，太運用了，綁過一路一節的樹枝磨的，就團體嘞，跟住孫莎拿來煮東西，幫你滷一滷，係啊，跟路較嚴重嘅啦，啊個還有。嘅下媽媽喊吹嘅下，我都好就是民間就是一年我下來新竹科學園區嘛哈，啊媽媽都想我啊，都下來同我天數，啊科學園區傳統青苔嘅啦，啊廚房咩青苔，啊個挖，水啊，東西油啦水啊，挖，媽媽在挖到，哎呦，啊髖關節都疼咧，我最記得那一幕都。很計程車帶他去醫院，哎呦痛到媽媽
大概有点冒汗，安尼又哦，就是又独断事情哇，对啊，都很舍不得，一直很愧疚，对，很愧疚，一直很愧疚，一直。后来妈妈不是过世了嘛，哈，养贵给他，个铁片还在哦。哎呦，个铁片都唔可以用，唔可以用。所以又想到，就猜一下又想到啊，妈妈。老人家真强就会跌倒，哎呀，像我本来想到啊，头摆去做个开个坐船店的时间，有上次天很轻浮嘛，我的习惯是先去开火，有一摆迄眼瓦斯前一年记得管，哇，那就用开就冰嘞，眼面就熟到。真的呀，真紧，跟后边的天生丽质。那些状况常常会，尤其我们几集的那个一集，黑龙石跟那个木米啊、油毛还有睫毛全部熟的，还有起就缝啊，一样重，哎呀辛苦。大概都平安了，平安最好啦，平安最好。好，慢慢恢复我们的生活。对啊，哎，希望你这个生意啊，哎呀，不要受疫情影响，稳定好了，稳定好了，越来越好。好，生猛，谢谢，朋友，好，国文真的冲得很好，对呀，吃的又做得好，国文又冲得好，真的，哎呀，回稳我们的生活。哎呀，沙下来嘞，哎，两位有点特别哦，条爱你的苏贞记，一共给卖花卉销售员，哎呦，因俩听说会苏都一样香。哦，花应该一样用一台哦，来等下问看啦，好嘞，陈苏贞带来片板，来听看啦。花一般的美女，是啊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。不多一名的受精，受环境，那大家拢安尼讲，我们没创意，拍摄，这边太家都安样讲。谁叫你要起这个名字？这样好记呀，对吗？黑吗？用比较深眼了，莫隔音音安尼讲呀。爱魔掌啊！关得住好，关得住好，一个缝的嘞，祖国的嘞，角色。哎呀，哦，没想到你做花卉个生意做几多年了？22年，22年的时间啊！哎呀，咁有影响疫情动哈？有哦，两个人月冇做。哇，你这些师从底部杜白吗？哎，法师哥该师从风哦，师从风，哎，哦，师从白，师从要有啊，法师没有，用在半年膜拜，全膜拜哦，膜哦，这全停摆就是少呗，嘿啊，那要缴租金那些吗？嘿呀，没有呀，你膜不摆还会拿钱？哎，法师该片有推，啊，师从那种膜。
哎呦，这没办法摆。对啊，市场某一摆样，我冇推本。冇穿钱还不去。用安尼咯。东多做安用啊。系啊，系啊。他应该有较稳定的吧？有。也开始摆了。有开始嘞。我开始做诶。但是我哋法师条拜是拜六大做就做得拜。是做得开始卖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期间政府就讲，我10点过后才做得去下货。下货係唔係出只做得擺？做唔得。我下晝1點鐘開始做得賣。下晝1點鐘做得賣，佢差到半夜的時間呢。係啊，因為我哋新竹法師同到嘅桃園啦、新竹啦，冇呢個人客。我哋人嘅得賣。佢哋講，跟我按原來，因為喺我等到。研究到下晝，我呢段時間我去內昂。係啊，係啊，要按熱。佢件唔可以卡慢掉一張上嚟。佢件唔啲啊。起多張地，下晝張做得擺啊。因為條擺是大做都有嘅啊。係啊。用會按用春半夜做得擺。對啊。那就買唔到用㗎啥？買唔到啊。買唔到，即刻要想辦法那個菇啊，菇較講究嘅啊。冇做嘅借貼啦，像我哋冇辦法擺嘅就得貼。係，家研究做生意第一是有啲細盤咧，佢當腳走水，走水冇，以後冇啉到，佢佢就救唔到嘅，佢就捱到嘅損失。所以也辛苦啦。像做啲是盆栽嘅，然後搬上搬下，辛苦咯，當然就搬咯。搬咯。個扶要到要梯盤，要梯盤咧，搬到樹通，樹通有個通，萬界都通。做兩咩辛苦？一般做咧搬一頭盤吧。係講下細盤掉嘅，下把一數做得3盤。哦，3盤。係一般是2盤。2盤啊。係2隻樹就4盤。哦。因為你會夾，冇夾將嚟掉去法師。下課個樹壇嘅時間嗬，2片就油菜，然就過唔得，該我都話就過唔得，嚇，該兩時就一格越好，所以速度一格越好，你就會3盤2盤，收攤擺攤要快啦，係，這樣唔會砸到佢手，我就會交通堵塞，該話該唔得啦，該團槍槍，該盤啊下貴哦，該團槍槍我係自己買啊，係啊，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嘅辛苦啦，係啊，哇，唔該，連續2整夜停擺，半夜咧，停擺下來，還拿錢出去，係啊，辛苦。但係錢就緊出，幾好哋咧，有平盤下來。係啦。你繼續啊。好哋咧研究嗬。正經要講按多咧，生意做得咧啦。是，所以按當然政府也動有新的維持啦。維持你嘅天空平安。所有的人民，大家也是都會好好照顧自己。對，我們要互相配合。對呀，所以台灣才會。這麼疫情會控制得這麼好，從我哋做生意啊，吃飯的時間人客來，我哋咩實該最啱咩掛起來，真行出來。哦，聽錯誒，防疫要做好，係保護自家，因為保護人客，係，安樣真唔會講見車見道，係冇錯。哦，而家疫情已經過去咧，係啊，當然還唔知後來會發生乜嘅事情，但是而家目前是講是當平穩啦，係啊，大家慢慢保護好啦，也希望有個生意越來越好，越來越好，希望是係安樣，係啊，希望大家都做得越來越好，冇錯，感謝蘇正基，安子師，多謝你分享，謝謝，安子師在呢邊當坐。好，你所有嘅傳統主義嘅朋友已經唱出嚟，係啊，之間嘅辛苦美好、歡喜美好嘅故事。對，我相信你電視機前面嘅朋友咩當然受到疫情嘅影響也影響到動態。唔怕，天天嚟，你天天嚟慢下來。
对不？卡联系冲狗嘛，冲狗，系嘛？打电话来报名。可是做比赛冲狗呀？做的先报名，我先报名好了，以免项羽，系嘛？哈，人叫666七人6有传真电话0227778231。跟大家打电话。好了哈，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，什么大家？还没有多谢好，也都什么大家？好朋友，保持天空平安。谢谢，多谢大家。好，沈梦辛苦，跟欧翠情商，小康老师还有乐队老师辛苦了。谢谢韩元李天聪跟龚正演辛苦嘞，谢谢大家。天空平安。8点半我唔記得咯，你聽正式時間呢，老嘢打你台，老嘢講下來，大家拜拜。